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局表示，明仔载冷空气南下，后礼拜一上低温可能只有12度，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为着要让新竹县市升级，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甲地质回收政策案直接备土，引起表决大战，最后提案无通过。前公务员听解委员会委员长谢木钦防指控甲富商交赔，听解翻译今仔宣判谢木钦罚款1档的月级。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增加20个境外病例。另外，中研院 P3 实验室有员工为着病这案，中研院是罚款15万。另外，还有奥密克戎境外病例哦，昨个验出11个。目前咱国内计共有27个咯。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那没有本土的案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不过境外的移入，有20位哈。所以实验室的人员里面有唯一规定穿着西级防护装备哈，包括连身型的防护衣、N95的口罩、双层手套、护目镜及鞋套，就进行了实验的操作。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4条及第69条规定，对中研院进行裁处，从重处以最高罚款新台币15万元。那这一周我们总共检出23例的 Omicron 哈，那所以累积到现在国内检出是27例哈，其中上一周是4例，这一周是23例哈。那跟昨天的这个跟大家报告的累计16例相比哈，就是又增加了昨天晚上定序确定的总共11例的这个病例哈。又搁有大陆冷气团来报道哦，气象局表示，明仔载拜六礼拜哦，有冷空气南下，加上华南分河区往东平线，全台湾的温度是拢降真侪，愈暗会愈冷哦。尤其是礼拜日到后礼拜一，上低温可能只有12度，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区有可能会落雪。另外，跨年哦，会搁有另外一波冷空气南下。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台湾礼拜5透早就转为湿过冷的天气，其他地区是好天至多云。不过礼拜六耶诞节有大陆冷气团的路南，到时阵唔若北台湾，全台湾的气温拢会下降，而且是愈暗愈冷。尤其是礼拜7后礼拜一，低温会降到12度，再加上水汽充足，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地区有机会落雪。在全台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降雪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而至于北台湾相对是比较偏冷一点几率。如果说到时候温度够的话，也不排除接近3000公尺或是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一些下雪的机会。气象局表示，后礼拜2日射开始，大陆冷气团减弱，各地气温会慢慢回升。不过后一届变天的时间点是伫31跨年暗，还有一波冷空气的路南。跨年这一波的天气来说的话，维持在东北季风的程度哦。以现在各家的气象的资料来看的话，它大概会有接近在14、15度左右，强度其实我们可以再观察。气象局表示，今年冬季反性影现象明显，预估明年第一季也是以受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气温是正常，雨量正常到偏少。冬季平均会有8个至12个冷气团路南，有那有1个至3个寒流侵袭，提醒民众爱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进党为了要推动大新竹升级，所以要针对地质回收法，动员立委第2场论述4天3暝哦。今仔甲草案以头一案送到议会报告，民进党嘛开临时提案哦，要甲草案直接送入土，嘛伫议场甲国民党团发生冲突。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先休困，民众党阁时代力量嘛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为着要让新竹市长林志坚会当阁继续连任做市长。好，赞成的多数，讨论事项按照民进党提案通过。国民党的立委长期的主席台想要阻挡议事的进行，因为民进党团先以人数优势通过确定议程。加地质法修法立即讨论的第1案，要让高铁案直接交付立托，互南兄正受气。双方伫咧主席台发生屠杀的冲突，院长游锡堃赶紧宣布休困。确保
议程会当顺利。日夜伫咧4天3暝，拢轮班守伫咧议场内。原本党内对修法抑阁无同的意见，伫蔡总统出面整合各派系了后，怎么已经全部拢支持。杨过也主张爱做好配套修法，包括2年内完成行政区划法、加财政收支违分法的修法加立法。只要是城市核心量能，还有条件具备，甚至是民意支持，我们都是持开放可以讨论的空间。对民进党拍算要强过关，直接加地质法交付立托，民众党加时代力量拢出来批评，讲修法是因人设事，将明显就是要让新的市长林志坚改套，无受年龄限制约束。建议柯总召直接修改地质法56条，把县市首长的竞选连任的限制把它拿掉。听看，在一些民间的声音、专家学者的声音。真的不需要急着在这个时候为一个人的官位、为一个人的政治去修法。因下民进党团进前提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直接交付立托，引起在野党的不满。议会已经通过另外的复议案，退回各委员会审查，必并伫咧春节进前，伫临时会完成3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日本的执政党早起举行第2届的会谈，冇讨论到开放福岛5县市食品的议题。刘伟罗地正是表示讲，双方并无讲到开放的时间表，也毋过拢表示将对食品安全会以科学检测为主。刘伟区纪委嘛讲到，未来咱台湾甲日本伫半导体的供应链会有愈较侪合作。台日执政党2加2会谈原本按算1点钟的时讯会议，因为双方有真侪讨论，延长40分钟。日本代表包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也有经济产业部会长石川昭正。民进党由立委罗致政甲邱志伟参加。罗致政伫会后记者会中表示，日本自民党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对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议题，伊强调用科学依据来面对。这是一个实案的问题，必须要用科学的基础来作为讨论的一个焦点啊。那我想双方对这个是没有任何不同看法的。那我相信台湾的民众也关注这是一个实案的议题，但是它应该是用科学作为依据，而且是一个客观的依据。所以双方之间并没有提到所谓的开放的时间表。根据罗致政的讲法，伫会议一开始，佐藤提出食客，石川提出碰柑，拢是来自台湾的水果，要展现对台湾农业的支持。立委邱志伟阁透露讲，未来台日半导体供应链会有更加侪合作。台日双边未来在半导体供应链的合作，我想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双方都同意，在未来在半导体供应链有更多的合作有一个架构完整的架构。来有系统的针对半导体或者其他的我们两国重视的产业做全方位的合作。这是民进党甲自民党第2届举行2加2会谈，第1届是伫今年的8月底，迄当阵是以外交国防议题进行讨论，这届重点是放伫外交甲经贸议题。会中双方拢有共识未来会相态，而且定期对话。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上新的景气调查，11月份的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景气是拢袂歹哦。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会超过6%，明年至少嘛有4%。也毋过，明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有可能会冲破2%，就要等到明年第3季通货膨胀的压力才会较小。台经院公布11月份营业气候测验点，国内3大指标产业、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拢有较起的情形，对于未来半年景气表达乐观还是平平啊？整个经济开始不断的在复苏，因为台湾的疫情控制得非常的好。今年的年底，我们台湾迎来了3个产业丰收的一年。台经院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是6.1%，2022年也看到4.1%，是国内所有经济研究机构当中上乐观的。不过今年下半年物价压力较大，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来到2.84%，创下9年来新高。国合会注意景明显，渐渐阁预测通膨压力可能会后年才会缓和。
台中医创办人刘太英甚至认为可能出现恶性通病。不过台经医院长张建义是讲，目前物价压力是属有输入性通货膨胀，一定每年第3季都会平平啊。国际原物料价格还是持续在高档，那国内的输入性通膨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军工教调薪的规模人数事实上是相当多，所以这个会增加很大的购买力。我们的那个5倍券还到明年4月，明年可能搞不好我们的 Q1 就有机会又看到2。另外，最近中央银行提出第4波信用管制，金管会也配合中央银行压插房，年底开始不动产的金检，锁定20间金融机构。不过政府愈压插房煞愈热，效果无好。台经院预测，明年顶半年的房屋市场会出现关键波动。未来政策的这个效益呢，调控房市的一个力道会慢慢的一个浮现。明年的上半年，整体的房市呈现高档震荡。台经院预测，中央银行明年下半年都会相关利息，主要是要让房市慢慢降低。不过物价压力大，为了对抗通货膨胀，一定会有不少资金流入房屋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又个传出比特狗咬人哦，昨早起婚礼报中哦，一只比特狗冲入去，咬着骑脚踏车经过80岁老大人，佮有送批邮差哦，两个人的脚、空喙拢有2公分的侵哦。婚姻官动植物防疫所是表示，主人有责任，所以会以动保法来处罚，上济是会当罚15万。12月23早起9点外，有一位80岁的士大骑脚踏车经过云林埔中乡中正路，雄一只比特犬走出来，家伊的脚咬着伤，孙女主人伫边仔赶紧要甲狗抱掉，不过这只比特犬看到边仔送批的邮差，伊佫冲过去攻击，两个人的脚拢互咬着伤，送病院。想要帮那个老人，因为老人70、80岁了。对，脚后跟了。脚后跟被咬伤了。被吓到了。2位民众，然后分别咬伤1位老先生跟1位邮差，那2位都是在脚踝的地方被咬伤，同时被送到这个弱势医院来诊治，目前没有什么大碍。主人无愿意出面说明代志发生的原因。昆林县动植物防疫所表示，经过调查，这只比特犬已经是1年外也有登记，平常时拢会绑条着，唔知影为虾米会互走去。若防疫所收集相关的证据了后，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0条，会当处3万块到15万块的罚款。都应该有成年人来伴同啊。那也同时也应该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啊，但是这两样这个必要的这个条件通通没有达到，那恐怕续主的方面来讲的话有违反到这个动保法的这样的一个嫌疑。防疫所表示，比特犬对明年3月初开始是禁止饲也是输入的动物，就要伫2023年2月28进前完成申报备查。若目前昆林县内已经完成登记的比特犬有123只，主人总共是97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有4个民众17对南投信义的滚台山区上山，要去100号温泉哦。本地21要落山，也毋过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掉伫山顶。南投县消防局伫22已经找到人了。阁有一个这个月11号，一个人去爬中央尖山的桃园市体育局设立的高场，失联将近2礼拜，今仔中到12点外嘛，已经找到遗体了。救援人员找到受困的登山队，加在身体状况还阁算真好，不过淡薄虚弱。而要落山，必须先通过真串流的溪流。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但大溪水不涨，4个登山客伫救援人员护送之下，总算是勉强通过。这个来自新北的4人登山队，17号为南投信义滚台山区来上山，爬上来探访100号温泉。原本预算21号为丹台领导来落山，不过天气变歹来受困，加在拢有登山的经验，23号专属来脱困。是从丹大溪就是直接要到达目标区。那所以我们的搜救人员在这个过程都必须要溯溪，那碰到一些峡谷的地方，还要做一个高绕。而桃园市体育局一个理性股长，今日来爬中央尖山，已经失联将近2礼拜。台南市消防局还阁伫搜救当中，
这个旅行鼓掌，在1号凌晨为台中和平的圣光登山口来出发，12号传出新人，加上13号来通报走找。而台中市消防局表示，23号再继续来坐直升机继续搜索行动。然后上方都是属于悬崖峭壁，可能人力的部分没有技术装备，可能没办法去搜索，所以我们用透过空拍机的部分，直接来针对一些困难地形来做一个排除的动作。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中仑尖山大部分是偏岩的地形，加上山高拢真陡，除了配合空中来鸟瞰，地面人员嘛继续锁定热区来搜索。目前包括台中市、同市消防局以及民间团体拢总动员12个人，希望伫这波冷气团来势进前，今年来找到人。记者台中南投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的6月，台南永康分局一个姓杨的警察开车录毒贩的时哦，无细力去弄到一个25岁查甫人，着伤真严重，变做植物人。家属去告警察，也毋过检察官是认为讲是民众无去注意到警察车，所以判警方无起诉处分。家属是讲未过上诉，卖来提出国家赔偿。这挂相片拢是姓林民众也未受伤真正的模样，不过即马煞变做是植物人，就伫眠床顶跋倒震动，生活起居真靠老母逐工家照顾，甚至一礼拜内爱去到病院复健3天，会变做安尼生，拢是去年6月去互警方弄着伤的。在医院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他们一定都有派人过去看嘛。但是关于赔偿这个部分，就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还想要他，希望他可以清醒。对，所以我们现在花费还比较多，就是1个月可能要10几万。去年6月，永康分局一名姓杨的警察掠嫌犯的时阵，意外去弄到姓林的民众，害伊变做植物人。虽然患者的妈妈认为警方有承担警报声有优先路权，不过也是要注意车路的状况。目前车祸强制险有赔200万，不过复健的时间还阁真久长，钱也差不多要开了啊，才会提告要求警方就要来负责。警察抓坏人真的很危险，也很辛苦啦。对，然后可是我们被撞成这样子，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我们也遵守交通规则啊，为什么要我们他一个人去承担，我们这一家人去承担？那本分局要持续来协助当事的员警，然后并对家属来做关怀慰问，对家属所提出的请求国赔告诉的程序，那本分局都予以尊重。永康分局强调，无论是要转弯或者是行直的，警方只要有单警报着车路的优先使用权，而且检方也认为警方无事故责任，也无过失责任，落尾是无起诉处分。不过，患者的妈妈也讲，法令保护警方出勤的时阵是无毋对的，不过也要有法令来保护当着类似意外的民众。目前有考虑要提出国赔。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网络流传2段影片，有民众唱歌跳舞拢无挂嘴暗，违反防疫规定哦。本地也准是高雄市警发局办的活动，也毋过警发局出面否认。后来调查发现，讲是地方企业协会会员的暗杯。高雄市卫生局嘛表示哦，因会来调查看敢有违反防疫规定。几多位穿衫性感的女子，甲在场的男宾客搭正哇伫咧跳舞，现场正闹热。这是18伫咧高雄万豪酒店办的金发之夜活动，主办单位找几多位穿衫清凉的辣妹跳舞，大家跳甲正嗨。不过舞台边仔这个看板顶头写着“金发之夜”，有人认为是高雄市府金发局办的活动。伫社群媒体公开社团发文，好像一人误会真正是金发局办的活动。对此，高雄市经发局23出面澄清，讲这场暗会是民间团体高雄市经济发展协会办的，经发局并无受邀请或者是派人参加。高雄市卫生局讲，对活动是毋是涉及违反防疫相关规定，会请主办单位提出意见。在今年10月18号晚上举办的这个会员大会活动，那相关的情节是不是涉及到违反防疫规定？那我们会请活动主办单位进行意见陈述，厘清相关会员大会的活动内容以及流程。
高雄卫生局强调，目前已经依然是维持立即警戒，希望民众爱遵守相关规定。高雄市经发局是发声明，会对散播不实消息的人提刑事告发。高雄市经济发展协会也讲，若是有违反相关规定，因表示抱歉，以后会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捌到过国家文艺奖的原住民艺术家沙古流巴瓦瓦龙，有人指控伊骗色。最近网络嘛有流传一份声明，这艺术家是否认，表示讲伊会面对司法的调查哦。也毋过因为沙古流是要代表咱台湾参加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哦，贸议员就呼吁讲应该爱先取消伊的资格。台湾著名艺术家国家文艺奖得主沙古流巴瓦瓦龙，互人指控牵涉到性病相关案件。一个19岁查某囡仔，今年2月前往屏东大社部落担任沙古流的助手，结果好亲像遭受性侵害。代志曝光了后，到23暗时面册小号沙古流工作室发出声明。先回应网络的文章性侵案，指出查某囡仔的查甫朋友有介入。后续女主角搁转来协助工作，要支付薪水，认为无受到性侵害可能。当时提出咱的对话，认为事件可能毋是女主角的意愿。伫代志发生了后，有2解协商，声明最后也再一次坚持清白，会伫司法调查时阵讲好清楚。不过声明中讲，未搁对外说明，结果搁传出沙古流甲亲朋好友，好亲像以北美馆的名义向受害者施加压力。就是声明书还是什么的？那个是馆方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那因为有这些讯息，比较要求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不能打，也不可以打，但是我这次是被北美馆逼到一个状态。台北市议员黄玉芬甲受害者律师公布沙古流当事人亚述以及受害者的电话录音，认为北美馆应该要主动调查，并正面回应，无施加压力维护名声。要讨论的问题是说，北美馆在这个案件他的角色就是适不适合再继续让沙古流先生那代表台湾，然后用非常高的预算去参与这个威尼斯双年展。邀请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件事情是花了高达3000多万元预算。如果我们让一个涉嫌性侵疑虑还在司法调查阶段当中的艺术家去参与威尼斯双年展，这个涉嫌性侵疑虑的艺术家放在国际舞台上。北美馆声明，这个案件已经由检方伫侦办，会配合侦查庭事处理，并无施加压力。相关事情会保留法律追诉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科技大学3个1年级的香港学生哦，发现讲实际录取的科系，甲当初学校通知的无共款哦。本地学校是甲因讲来注册了后，就当来转系，也毋过最后哦，却必须甲其他的同学做伙来考转系考试。学校是表示讲，因确实有疏失哦，会以专案来处理，协助同学转系。学生准备入去教室上课，高雄科技大学有国内学生邀香港学澳门的留学生，大学团组有几万名大学1年的香港侨生，7月下旬录取学系，说互强迫换系。承办人员讲，会使直接入学再搁转系，佮讲只需要书面的资料甲行政费。想袂到伫入去读了后，才发现根本就毋是安尼，因着向在台香港学生合作协会来投诉。录取的就是 A 的学系，然后到了2021年7月底的时候，同学收到第2份的录取通知书，里面写的就是 B 的学系。同学，你可以先进来读啊，因为学校转系的系统非常的容易，只要给几百块的行政费就可以入学了。协会表示，学校将疏失拢撒互已经获悉透露的工作人员，也要求这寡香港学生应该要和台湾学生公平竞争。香港学生认为真无公平，爱学校唔通阁闪责任。校方是回应讲，事当时确实是承办的人员有疏失，已经甲伊示透露。目前敢若一位学生有这款状况，主要是对方的分数无够想要读的科系，人员才建议对方入学才阁转系。校方承认过程无够周知，会阁改善。在高知的部分的确不明确啊，所以才会让这个学生以为说，他进来之后不用经过刚讲的那些程序就可以顺利转系哦。
所以对学员来讲，他会觉得说啊，他在学习上啊，甚至他兴趣上的发展上，的确是对他来讲造成一些影响。校方表示，这位香港学生会用专案处理来协助伊转系，不过袂影响到这个系本国学生的名额，确保所有学生的受教权。随后也会修正交港学学生的录取业务的作业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国务院听解委员会委员长叶慕金，向指控甲富商洪木正交赔，和监察院单核移送听解法院。今仔宣判，叶慕金罚款1档的月级，专案是当搁上诉。前公听会委员长叶慕金涉嫌甲家户事业公司负责人王某将不当接触，日前和监察院弹劾送交听解法院的职务法庭审理，合议庭224判叶慕金罚款。金额是伊在职的时阵最后给级别总额1年。被负惩戒人无犯罪，而且多数为师行为时法令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免除法官职务并丧失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将失去惩戒处分的衡平性而有违比例原则。剥夺退休金跟退养金的部分呢，在本案也不适用。叶慕金伫咧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抑个高等法院院长期间，被指控利用伊牵手甲囡仔的名义买卖王某将旗下联合公司的股票。听解法院认为，这明显违反法官伦理的规范，违失的情形正重大，有听解必要。毋过，甲王某将食饭、拍球、收伊的礼物，是认定法令规范无明确，证据无够，以免予判决。照法官法的规定，是可以免除他的退休金或剥夺一定比例的退休金，可是他只罚他一年的薪水。我再讲一次，人民可以接受吗？这样的司法有严以律己吗？除了买联合的股票，叶慕金也阁被指控买卖王某将所经营的宜安公司股票，甚至私底下几多遍见面讨论王某将所涉及的诉讼案件，并且提供法律意见。因为已经超过10年的追证时效，所以无议处。对此民间的司改会批评，反而轻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针对变种病毒奥密克戎，英国上新的研究是指出讲，自加强10礼拜了后，对奥密克戎的保护嘛是个降低。另外，牛津大学的实验嘛发现讲，以 AZ 疫苗当作加强剂来对抗奥密克戎，中和抗体浓度是会当明显的提悬。另外，美国 FDA 伫昨嘛批准默沙东的口服药物，嘛是第2款通过武汉肺炎病毒的口服药。变异病毒株 Omicron 12月2日，互世卫甲号命晚1个月，已经伫89个国家出现。伊小威力真强，并且伫咧真侪国家称作主宰疫情的病毒了后，科学家煞咧解密。根据英国卫生安全局一项初步的分析，甲进前其他的病毒的病症来甲相比，感染 Omicron 就要住院的可能性会减少5到7成，挂急诊的几率嘛降低到31%至45%。另外，自加强针10礼拜了后，对 Omicron 的防护力就会开始降低。不过，要是以预防重症，科学家认为讲，这个病毒看起来敢真温和，不过伊烧化力真紧，袂当来放放放。We're concerned that people are dismissing Omicron as mild. Surely, we have learned by now that we underestimate this virus at our peril. 英国政府嘛已经咧示警，讲 Omicron 即摆应该是因这国里流行的病毒株。伫23通报过去24小时内有新增加确诊的有12万例，还有147个人伫确诊1个月了后过身。Omicron 伫全年龄族群内底会造成甚物款的影响，也是唔知，因为目前感染到的人因去住院也无到40岁。另外，牛津大学实验室发现讲，2剂 AZ 疫苗佮加注1剂 AZ 的加强针，会当对抗 Omicron 抗体水准无输互2剂对抗 Delta。伫防护力方面，嘛比话过，并且是有恢复的病患较悬。就算讲这个数据也是正面的，不如个药厂阿斯特捷利康也是有针对 Omicron 所研发的疫苗。要结束这场大流行，除了要做预防剂，口服药嘛已经出来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伫23个批准默沙东药厂的口服药莫纳皮拉韦，这是全美国得到核准的第2款。The antiviral treatment is highly effective, according to Merck. FDA 伫前一天，也就是22，才打批准辉瑞药厂的 Paxlovid 口服药。这2款口服药拢会当用伫个厝内来治疗。默沙东国家家主讲，有新的人袂当食。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来看有来自以色列游客伫泰国隔离的时阵逃走出去，互警方抓到，结果佮验出奥密克戎的病毒。泰国毋若要甲伊移送法办，煞来嘛甲伊赶出境因为袂当佮去泰国咯。这个人伫咧防疫旅馆点一工就离开，上尾也是来登记隔离10天，而且这边大所在是变异。这位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29岁以色列旅客巴鲁奇，23带入去苏比岛变异。伊这边来泰国耍，星期真济，泰國警方全面對保護對象，要家己乖乖自首，一個上新聞。ชัดเจนแล้วค่ะว่า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ชาวอิสราเอลที่พบติดเชื้อโควิดสายพันธุ์เดลต้าและหลบหนีออกจากสถานที่กักตัวใน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ก่อนจะถูกควบคุมตัวไว้ได้ที่เกาะสมุย巴魯奇這個月17入境泰國，住伫咧曼谷一間旅館隔離，驗過過當天，體檢結果就也未出就離開。體檢結果報告證實伊是感染 Omicron， 尾伊第2日向警方自首，驗過尾做3遍 PCR 攏陰性。มันเป็นระยะท้ายๆของโรค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ก็คือใกล้หายแล้วพูดง่ายๆ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อาจจะหาไม่เจอ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ะครับก็驗過巴魯奇伫咧身軀頂可能有病毒嘅情形下，伫咧4月拍拍走。泰國目前幾落10例 Omicron 病例攏是境外移入，這個人2例是本土。巴魯奇嘅行為等是製造防疫嘅破口，也被控違反防疫規定，驅逐出境。而且這4人攏不准過來泰國。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再來看羅西亞總統普廷，昨是辦年尾的記者會，外界正關心講最近烏克蘭的情勢正緊張。普廷是強調講，希望避免甲烏克蘭佮有西方國家爆發衝突。嘛，呼籲講北約唔通擱佇東歐有軍事的行動。進前，俄羅斯甲烏克蘭伫邊界的情勢正緊張。俄羅斯總統普廷甚至暗示講有可能採取軍事行動。不過，伊伫23舉行的這個年尾記者會頂懸強調講，俄國要是毋望會當避免和烏克蘭甲西方國家爆發衝突，嘛呼籲北約唔通伫東歐來做軍事活動，因為安尼已經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Дальнейше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Ну чего здесь непонятного? Мы что ли ставим ракеты рядом с границам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ет. Это же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во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пришли к нашему дому. На пороге нашего дома находятся уже. Ну разве это какое-то избыточное требование? Не ставить больше никаких ударных систем у нашего дома. 白宮發言人沙奇嘛雖反駁普廷甲美國甲表述做是侵略者的說法。另外，針對美俄兩國伫明年瑞士日內瓦來舉行的會談，伊表示講有真濟問題攏還閣無確定。The only aggression we're seeing at the border of Russia and Ukraine is the military buildup by the Russians and the bellicose rhetoric from the leader of Russia.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咧報道講，普廷的年度記者會來做3點鐘個55分，攏總有回答55條問題。這問題會使講是包天包地，逐項都有。除了講烏克蘭的局勢，伊也閣有講到歐洲天然氣的介紹一直力壓權是歷史上懸的，嘛袂當怪罪講是俄國供應一直減去。歐洲應該該家己來去解決。另外，針對美國主導的這個外交體制，北京東俄，伊認為講這是一大錯誤，無法度來遏制中國來爭做競爭者。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總理穆罕默德甲前某離婚的官司英國的法院是判決講穆罕默德愛互前某甲一對後生查囝5億5000萬的英鎊，差不多是新台幣203億哦。這嘛創下英國法院離案的官司上濟錢的記錄。這是去年2月從白色套裝的約旦哈亞公主佇律師陪同行至倫敦法院的場面。47歲的哈亞公主是佇17年前甲杜拜廠長目前身兼阿拉伯大公國的副總統甲總理的穆罕默德佇阿曼結婚，這段差25歲的戀情，嘛互人真心酸。也毋過2019年4月，哈亞公主帶迄當時11歲到7歲一雙囝兒走到英國，申請庇護甲離婚。同一年，倫敦法院裁定穆罕默德對哈亞公主威脅恐嚇，危及伊的人身安全。進前，穆罕默德也捌傳出綁架不當對待另外2名查某囝。不過，英國媒體也壓料，哈亞公主訴請離婚之前，早到另外有一個少於9歲的英國保鏢至少2年，也付我代票1億8千萬的封口費。
这场离婚官司已经过2年多，双方对囝儿的监护权争夺激烈。伦敦高等法院法官拜二上尾裁决，考虑哈亚甲2名家己终身安全需要得到保障，尤其是穆罕默德本人带予因严重风险，穆罕默德应该支付达到5.5亿英镑的慰安甲教育费用，相当大约203亿，创下英国家事法庭有史以来判决上悬纪录。不过，其实这个金额也无到哈亚当初要求14亿英镑的一半。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中国禁止台湾的往来食客进口哦，有13000多吨的量是真伤脑筋。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哦，一家饼来销量是有比去年成长6成，计销是差无偌济哦。希望会使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往来食客放好熟了后，下皮切成一盒一盒，或者是甲冰起来以冰品来卖。中国今年要买台湾的往来食客，农委会无用来创造新的市场，内销至少要卖5000吨。会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到北农，搁一届推销，向消费者挂保证，无低搁送一箱。我们现在就在创造这样的一个通路，即使凤梨世家没办法再卖到对岸，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来内销。如果这一箱不甜，农委会保证再1箱给你。北农这届大力来协助饼内销，今年批发市场销量达到213.7吨，比去年同期成长6倍，计销维持平盘，拍卖平均计销来到10公斤63块。为着要确保农民的收益，会帮忙来收调产地成本。台斤33.3，然后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到35，这个价格。尽量满足他。那我们会把这一段从产地到这里的这个中间，那个管销费用，那尽量压低。外销中国受到阻碍，农委会祭出6项的措施，希望稳定甚至甲计销扭起来。内销北农是饼多元的行销，保市府嘛推动有约交易，以减免手续费来鼓励生销人多来买往来食客。记者梁曾志成台北报道。为着要振兴花莲的观光，花莲县政府按算要伫东大门夜市开2500万，要个设一个星空夜市哦。伊毋过市区的店家是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因的生意哦。大多数的民众嘛拢认为讲市区有遮尔严重的公害哦，要看到天顶的车，实在是无啥可能。这是花莲暗时人上最东大门夜市，总共有400外单位食的酸梅农具。这马县府预估向经济部申请2500万补助，要伫中山路边设一个星空夜市。把屋顶呢换成透明的，那加上一些灯光的一个点缀，那桌椅的更新，整个趣味焕然一新。那到东大门来欣赏花莲美丽的星空。盐湖附近市区业者讲，这几年东大门夜市已经抢走真侪消费者，电动市区垃圾店生意愈来愈歹，希望县府做分流。在东大门可以看到星星吗？像金三角已经没落这么久了，几乎到晚上看不到一个人。可以多一些引导，让更多到东大门夜市消费的观光客也知道旁边的金三角。东大门夜市的业者是认为，建造星空夜市无一定对生意有帮助。我们本来就空地就很小了，你现在要叫人家全部在那边野餐的话，他自己带又不搞关的话，那我们那个。夜市的主委也讲，星空计划内容并无无障碍空间，或者是亲子优先区的设计，希望县府会能够再加强内容。目前这项计划已经通过县议会1套，按算伫后一个会期2、3套审查过就会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每个月拢会发一寡救济物资给善者的家庭。今年嘛发现讲需要帮助的家庭是比去年增加哦。本地一个月准备200份，也毋过今年爱400份才有够本。协会表示哦，这应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所致。圣诞节前，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的台东幸福事务银行发放12月份的物资，接受帮助家庭排队来领，一口罩分一地。这个月拄好是年底的年关，工作人员用真大气力，再向企业界募集各种营养食物，互接受帮助的家庭会当度过圣诞节。其实最基本的白米、罐头、面条，还有奶粉，这是最缺的。
协会也发现，需要照顾的家庭，为往年每个月差不多200户左右，今年煞增加将近200户。因为常常失去经济能力的家庭，只要有工作机会，都唔免照顾。不过今年唔免照顾的家庭较少，佫新增加一寡家庭之外，需要的物资增加。协会认为，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工作机会较少，造成暂时性经济弱势的家庭增加。有一点残障哦，你长手这啊，所以一些的问题都也是蛮多的。这2年哈，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公司哦，他们的业绩也都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在募款还有这个募物资上面也确实比较困难。协会照顾的家庭也包括行动不方便的独居老人，需要工作人员到3工送食物。因为受照顾的家庭增加，志工也无够。每年固定年前，协会也需要募集更较侪食物来帮助这家庭过好年。希望企业界会当到3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台南国华街的大菜市哦，是日本时代留落来的市场。经过3冬的整理，最近总算完成啊。文资处也嘛邀请在地作家来发表《台南西市场》这本册，记录大菜市的历史甲故事。台湾第一座现代化的市场，就是日本时代所起的台南西市场。老台南人改号做大菜市。西市场伫迄当时有全台湾上水的市场建筑。有马萨式厝顶，阁有天窗，商业兴盛的程度是其他所在无法度比的。即阵文资处也特别找在地作家发表《台南西市场》这本专册。从早年这个鸡鸭鱼肉生鲜蔬菜的一个贩售，到后来变成一个民众记忆中必有的一个点。那我想说，它记载了，也承载了台南这100多年来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也记录了这个许多代的台南人心中的共同回忆。西市场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这本册除了记录市场建筑和周边空间的变化，也包含当地民众的生活故事和珍贵相片。这边就是西市场，然后其实它后面全部都是渔温。好，那在西市场就是开始建立了之后，它慢慢的发展起来，然后呢，它就是在不同的年代，它就是有不同的建筑的形态。西市场唔但是当地重要古迹，也是在地民众的共同记忆。今年4月，西市场的修复工程嘛完工啊。市府希望透过这本册，会当互民众入捌西市场。每年开放大头进驻的时阵，社主侪游客来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哦，爬一架楼梯得当加活1分钟，鼓励大家爱加运动。南投第3个社团平伊个举办爬楼梯的活动，鼓励员工甲民众加减重。现代人无闲无时间通运动，毋过其实逐工伫公司爬楼梯，也是对健康真有帮助。有人讲加爬一架楼梯，就当加活1分钟。南投德山的社团病院就举办爬楼梯的活动，邀请员工甲民众同齐来爬楼梯。之前生完小孩就是想要减肥，然后就趁这个机会，就是每天上班用爬楼梯的方式，然后下班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都以楼梯为主。其实爬楼梯安尼简单的动作也要真斟酌，唔通用骹头捂去经，就要甲骹床向前撒去用骹床的力。医生也讲，一寡老人若有带心病，甚至会使透过爬楼梯来改善。我们也知道那个乡下地方那个老人人口越来越多那大部分的老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的慢性病。那这些慢性病的话，其实可以透过整个一个运动，那好好去管理、去治疗。那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健康是可以恢复的。爬楼梯也是检测家己健康的一款步数，尤其若爬无几楼就皮皮喘、双脚无力，这也是健康出现警示，爱量早看医生，配合其他运动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警察局今仔启用无人机队哦，要用科技来打造安全的都市。全国头一个人工智慧的巡防系统，要来加强空中犯罪的侦防工作。2个专业的镜头配一支智慧型手机啊，警车伫咧巡逻的时阵，不管是停伫咧路边的车，还是正伫咧驶不管倒一个方向的车，拢会让随辨识伊的车牌。那查出是查拉车，或者是涉及重大刑案的车，就随发警报。这是桃园市警局全国首创建立 AI 巡防系统，强化版的天路地磅系统2.0。辨识到有失窃车辆的话，它的画面会暂停。
暂停之后，它会用语音播报发现赃车号 ABC 1234，你只要按下拦截围捕，我们的后端的指挥中心，它就可以自动开启正前方的即时影像。除了开发经费甲几落百万的车便系统，桃园市警局也成立35人的无人机队，用空拍机无受地形限制，快速而且大范围移动的特性，加强空中犯罪侦防工作。此地进入一个山区的制毒工厂，加农场的窃盗案件。所有的科技侦查都会做各自保护，它只有用在犯罪侦防跟勤务协助的范围内，超过这个范围不会使用，也不会外流。科技进步，警方犯罪侦防也得以进步。桃园市警局2时正式启用无人机队及 AI 巡防系统，全力建造科技防护安全城市。除了提升警察的服务效能，也保障警察集群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大今仔正式成立重点科技研究学院，总统蔡英文有到现场致辞的时阵，伊强调讲，台湾必须要加紧产业创新的脚步，培养人才。总统嘛讲歇寒歇热不一定爱遐尼长，招小生嘛不一定爱一年一届，脚步就爱紧，人才是愈多愈好。请揭牌。高等教育高科技产业合作台大重点科技研究学院正式成立。甲过去无同的是，学院的经费来自国发基金甲企业，学院的人事经费甲合作嘛，因为创新条例有搁较侪驻地的权利。台大是台湾在世界上的门牌，我相信在完整的大学自治下，台大一定可以在各个领域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也已录取了75名硕士生与6名博士生。政府民间斗阵合作来拍破即马科技人才问题。台大校友有创科技董事长卢超群讲，半导体正是入去照世代，要帮忙台大来办好教育，以照倍的投资来培养人才。照是10的12次方，也就是我们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要在一个精力上摆10的12次方的电晶体，那是极端困难。总统蔡英文连续参加阳明高大、甲台大学院成立，接落来阁有清华、甲成功大学。伊是希望唔但收台湾学生，嘛收优秀国际学生，嘛以全英语上课。伊阁讲，敢会当卖有遐尼长的休寒甲休热。可不可以不要有那么长的暑假或者是寒假？我们1年，就无休的把人才做最好的培育。我们可以把寒假跟暑假暂时忘掉这件事情，快速的培养我们的人才。蔡总统讲，2019甲半导体产业代表讲话的建议拢听入去，因为产业创新爱较紧的人才培养袂使等，互台湾未来20年犹原有国际竞争力。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环保署规定讲，对于明年的7月份开始，特别禁止使用玻璃拢的饮料杯啊！消费者早杯啊去买饮料，店家就爱收人客上少5块。其实有业者嘛已经提出这环保杯啊的服务咯，咱做伙来了解。扫 QR code 门拍开，提出循环杯、饮料饮刷同款用机器就会使行。这是台北市环保局当咧推出的循环杯基台，市府甲连锁业者合作，强调有手机就会使来使用，解决推出环保杯民众常常反映的问题。民众自备环保杯往往会有便利性的问题，它非常类似 U-Bike 的概念，也就是说，民众他其实走到哪里，他就像 U-Bike 站一样，他可以非常方便去租借以及归还。环保署规定，明年7月开始禁止使用玻璃拢的饮料杯啊，连锁饮料店、便利商店等等，爱互自备环保杯的消费者至少5块的优惠，而且会使对使用一次性杯的消费者收费。不过疫情也未结束，外界对这款循环杯难免烦恼的小话。我们循环箱的使用过的容器，我们每天至少会收取1次，然后我们专业的物流会送到我们专业的清洗厂，它的一个清洗作业规范要符合卫福部的一个规范。我们每季还送 SGS 做1次检验，来确保这个循环容器的安全卫生。环保局表示，循环杯服务是为今年10月开始推出，目前正在找找更加侪合作点头。5望1年的试运期间，会使达到27000摆的使用，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使用。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
来看台南有一个阿伯落去工厂，正拍拼推广戏剧，训练在地人才。公司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因的故事。2014年成立到代阿碧乐戏工厂，由台南大学科瑞丰老师所创办，拍拼甲台南艺文文化顶军甲演出，培养台南地区的戏剧人才，提供毕业生一个发挥的舞台。其实当初创立这个剧团的，迄个用意是真简单，就是讲要甲囡仔留落。至少有一个剧团会当互你试验看卖，做导演、做编剧、做演员，啊，就是做行政、技术方面拢会当。剧团目前由台南大学的毕业生简历首奖团，透过应用戏剧的方式，侵入各个场域，让囡仔人自细汉就亲近艺术的机会。也强化甲南部的演员合作，推广地方的艺文表演。反正伊有一点点啊，伊就会鼓起因对表演的兴趣。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因为一点点啊，伊知影即个物件，了伊会去想即个物件，然后伊可能就会去来到遮来看表演。阮是希望讲人会使留伫咧台南啊。伊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讲咱遮有人，啊，阮有戏咧推出，啊有训练咧搬，啊，遮人愈来愈专业，观众看了就愈来愈感觉讲，这品质袂歹，伊就会愈愿意去看戏。这几年，阿碧乐戏工厂từ台南办理工作坊、剧场导览，互民众明白在地历史文化，也积极培训青乐军，活化台南的剧场产业。因的拍拼也是台湾各队小剧团的缩影，唔放弃的精神，也互表演艺术会当有丰富的生命力。记者吴定武、黄文良台南报道。2021年的台湾设计展是伫嘉义举办哦，嘉义市政府嘛招市内各中各小来设计走图地图，都啊算顶文创的商品哦。望讲学生啊会使学到一寡设计的概念，卖当来增加在地认同。赶伫咧台湾设计展开幕进前，高中生甲大学老师共同推出运用在地人文，佮配合家己知名景点所设计的图仔耍，希望囡仔哪算哪了解在地的故事。我觉得它是有趣，然后好玩，但是是有难度的。透过这个游戏呢，希望大家能够拿到这个游戏之后，能透过跟家人的游戏机制的互动、有趣的互动当中，更了解嘉义市。这套图仔耍内底有50大景点、4条古早报道的资料。有真完整的历史记录，而且所有的图面拢是学生画的。才会学生讲，因为这个机会，才知影一寡对家己更无了解的所在。因为真的就是不熟，然后就是你会经过，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或者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嘉义有那些景点，然后画完以后就是真的会更了解嘉义。自己努力这么久的作品，然后被印成桌游，就是很有成就感。然后就以前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常就是自己画来画也没有人看到。除了图仔耍的设计，嘉义市教育处嘛配合这届台湾设计展，推出予囡仔行读的地图，佮结合旅游的教学相依 App， 希望透过设计展增加囡仔的生活佮在地知识。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